利用我。不可能，我不信。没有什么不可能，只是没你说的那么难听。我也做了很多让冯小姐受益的事情，不是吗？我没有收回等一个人，我还让她宾客盈门。我想这些冯小姐应该记得吧。如果是那样，你为什么现在才说？我以为冯小姐是个明白人，我们各取所需。但是冯小姐今天来跟我说的这么些话，让我们的关系又复杂化了。我可不想背负上第三者的骂名。我要说的就这么多了。如果没什么事情的话，冯小姐请回吧，我要休息了。站住！我不管发生了什么事，刚才那些话我都已经明白了。我只想问你最后一句，刚刚那些话是你的真心话吗？即使你恢复了记忆，那些话也都是你想说的吗？冯小姐，慢走，不送。记忆中的那个你，其实我从未远离。我的呼吸，我在回忆，是如此的清晰。逃不开，望不穿，也放不掉的情感。每次蓦然回首，你都在。我的影子从你生命过几次，却从未留下名字。我们回去吧。原来已是已久的幸福，在身边栖息。记忆中的那个你，其实我从未远离。我的呼吸，我在回忆，是如此的清晰。进去吧，外面凉。你这样有何苦呢？所有的痛，就让我一个人来承受吧。老大，元宵还病着，你不能倒下。赶紧进屋，吃点药休息吧。啊，鳄鱼，直到今天，我终于明白了。
我之前为什么会离开他？就是因为我爱得太深，爱他舍不得让他为我受到一点点伤害。爱得太深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。快点儿！太医，不是郎中，把护士来了，都跟你们说了，还没有康复，不要乱跑。我姐姐怎么了？她怎么样？我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她怎么了？她这是又发高烧了，你们家属能不能好好看着病人，不要让病人到处乱跑？万一出了并发症怎么办？我发誓，我除了上厕所，再也不让姐姐下床了。让她好好休息。哎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老大，你歇会儿吧，你这身体……他怎么样了？